没有要322312OK 9没有要上传网络，是要做这个动作分享到 YouTube YouTube 做这个动作，然后看那个影片名称看那个影片名称，看影片名称。一般要送出去的话，要先把这个说明里面的字都复制，全部按3个点全部选取，然后剪下。现在没有要送上去，只是做这个动作，要贴到标题这边，贴上这样，然后再按这个右上角向右的箭头，就是传到 YouTube 自己的账号网络电视台。现在是要看这个。近年来，中国文字的发展，你看中国文字学，研究中国文字学，那个光得很久很久，可能是民国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了，很早期的格式声音档，通常都没有办法播放，用格式工厂程式传为 MP3 档，再传到手机记忆卡。用音乐播放，音乐程式播放，用萤幕录影的程式录影。